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就係君達股份嚇，上市編號2865啊。公司方面咧，其實就係一啲光伏供應鏈嘅零部件供應商啦。坦白啦，我覺得光伏相關咧，其實都係一個中美角力嘅其中一個風眼嚟嘅。我就唔係咁多信心嘅嚇，不過咧就當然啦，睇下大家對於短炒會唔會有啲好奇心嚇。咁上市招股嘅時候係4月28號啦開始嘅，咁5月2號早上9點半啊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咧就係5月8號啊，發行價格20蚊4毫至到28蚊6毫，入場費大概2800蚊多啲啊，集資額就18億多啲嘅啊。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光伏呢個行業咧，我睇法中性啊。咁如有興趣認購就自己去報名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嘅股份咧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